相反，說明文就完全同描寫文唔同啦。說明文咧係唔可以自己想像，佢所有嘢都必須要有真實嘅資料、有數據、有事實根據去支持啊嘛。呢啲咧又叫做說明文。最後一個去到議論文，佢咧就最容易同說明文撈亂㗎。你哋記得嗱，我哋講到說明文咧，基本上就得兩種，一個叫事物說明文啊，要嚟介紹一樣物件嘅，譬如什麼是智能電話啊，什麼是玻璃，呢啲叫做事物說明文。第二種說明文咧叫做事理說明文，我嚟講方法、講影響嘅，譬如我哋作文成日作噶啦。方法類嘅，如何舒緩壓力啊？家長應該如何正確教育孩子啊？呢啲咪係方法類說明文咯。影響類嘅說明文又包括啲咩咧？講影響係講好處壞處嘅，看電視嘅亦對學生嘅影響嚇，參加補習班對學生嘅好壞處，呢啲係影響類說明文，全部都係有資料根據啊，唔可以自己亂咁寫嘅。而議論文，佢有分兩種嚇，一種咧就好似同人哋鬧交，你參加辯論隊咁樣樣，你同唔同意呢個説法係有正方有反方嘅？你同唔同意小學生要帶電話返學？我同意，以下係我嘅論點。我唔同意啊，點解？點解？點解？呢隻就最容易分嘅議論文。另外有一隻議論文咧比較難分，叫做講影響、講重要性嘅一啲議論文啊。嗰啲議論文咧係叫做論乜乜嗰啲議論文啊，譬如啲咩啊？論守時、論孝順、論禮貌論乜乜題型啊嚇，討論呢個概念重唔重要嚇？如果我哋守時嘅話就點點點，唔守時嘅話就點點點嚇，好似都喺度辯論緊點解你覺得守時係咁重要啊？都係好似辯論型嘅題目嚟㗎。分清楚説明文同埋議論文啊嚇，最關鍵嘅咧就係跟唔跟到，佢係方法類説明文啦，影響類説明文啦，定係佢純粹喺度討論緊佢覺得重要嘅一啲嘢咧？討論緊佢嘅立場係啲乜嘢咧？搞清楚呢幾大文體嘅唔同咧，你哋就可以絕對分到呢一啲文章題材㗎啦。